點解咁多人中意巫士牌？傳統嘅巫士牌點解造成上窄下闊？今日咧就一條視頻講清楚關於巫士牌嘅前世今生。我先回答大家點解傳統嘅巫士牌中意上窄下闊。上窄我哋統稱叫佢為聚氣。咁何謂聚咧？上面收窄就係將賺到手嘅福氣收住佢。我哋作為普通人賺錢就好唔容易，能夠賺到福氣就更加之難。呢種嘅巫士牌咧唔漏財唔生運，保嘅就係一家人嘅平安。第二，巫士牌咧亦都有納福嘅寓意，就係下闊啦。下闊亦即係我哋腳下嘅路要越走越寬，出門遇貴人，辦事有餘地。講白咗就係想我哋下半生嘅路越過越順。巫士牌無雕無飾，又有咁好嘅美好祝福，呢個亦都係咁多人中意嘅原因啦。係又講翻嚟，點解佢叫巫士牌呢？喺明代有個玉雕大師叫陸子江，做咗塊玉牌，通體素淨，冇任何嘅紋飾同埋雕刻，佢就將佢定義為無飾牌。後人就將呢個諧音叫做巫士牌啦。無飾就係無事平安，就係福氣。上窄為天，教你做人要順，亦即係和氣生財嘅意思。下闊為地，教你處事要穩，對內要厚德載物。對外我哋每日同人哋打交道，就算你受咗一啖氣，你都要笑面迎人，呢個就叫順啦。對內嘅意思就係你一家大細都指望你就算做嘢再攰再難，你都要撐得住，呢個就叫穩啦。一塊梯形嘅巫士牌戴喺身上，時刻提醒我哋天要順，地要穩，咁樣日子咧先至會平平順順。你睇下我手上嘅呢一批我哋工廠做出嚟嘅巫士牌，全部都係有種水帶綠，每一件都非常之完美，顏色過渡得好好。咁有種水帶色嘅巫士牌咧，戴喺身上咧質感滿滿，珠光寶氣。隨住時代嘅變化，慢慢發展成咧有一啲長形嘅呢一個果綠色嘅啦，仲有呢一個咁有光感、咁厚裝、好有質感嘅巫士牌，上下相通，四平八穩。呢啲嘅巫士牌更多係希望自己平安順水啦。另外仲有啲朋友話中意一啲圓形嘅圓夢巫士牌，好似我身上戴嘅呢件呢，就係而家好興嘅圓夢巫士牌。無論巫士牌而家演變成點樣，都係希望自己圓融通達、平安順水。無論咩款式嘅巫士牌，都借助佢嘅美好寓意，祝福你我呢一生心中無事，自有天地。亦都期望大家將呢條視頻轉俾你在乎嘅人，祝福佢平安順遂，無事就係最大嘅福氣。關注錢錢，請翡翠，唔踩坑。